自古以来，人哋经常用花来形容西门人。作家叶国基嘅形容唔单止浪漫，还具有客家味，係以明顯韓式世界睇下睇阿婆後輩所看到嘅幾種花。葉國基從細路過考文學，想做嘅係稅務工作，對數字改進，又個會寫文章，用理性同感性嘅人生經驗寫出當代嘅主流文學。睇文史嘅溫柔後輩也嚴肅嘅批判土地政策。從去年嘅聯合報文學獎嘅散文大獎，一路用一篇阿高嘅門路來爭議徵收政策。也個螳螂海陸強講愛弄皮破，北部也有人講老虎哥，南部嘅講法比像韓國多喎，有人講開水膽乾阿高嘅竹果鬼條江蟲也到。向下來看啊，葉國基用嚟透過文學書寫來看當代社會。赵先走到一條家家，幾種花你看街，阿婆日我日開花。街裏花拍石石，槍士並拍花為了解。也裏花係安樣興來，潤潤然然，熱熱煙煙，開定啦，開定啦。謝謝你。新書發表會後人山人海，出版社講除了太名聲出書，一般的文學作品當時有按多年很鬧熱。事實上是我意料之外的事情，但是是我一直要堅持的事情。我大學的時候，我曾經為了散文拋棄我的學業，幾乎拋棄我的學業，但幸好沒有拋棄我的愛情那至少我現在的女朋友，當時的女朋友到現在依舊是我的愛人，我到現在都沒有換人了葉國基一隻故事一隻故事經講，還有人談到最熟悉咧，佢寫純文學寫幾廿十年，3兩句話就講出來嘅。自細就討厭心目中下太嘅生活經驗，故所叫創作靈感。對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段玉山、吳楚留、自由時報林榮三一對文學獎，搭篇散文就寫出重點，佢用文學觀點寫出當代社會。他是跟我一樣是屬於五年級世代，那這樣的世代的人，其實他有一個在整個社會的一個農業社會轉換到工業社會，進入都市的一個交界口呢。其實我們會同時接觸到一個舊社會跟新社會之間的交界，那它就是一種文學的張力。那到推重台呢，因為跟家鄉客家莊有一段的距離，那大家會想起那個客家莊嘅提頭嘅，就是改事情，那就是白知道。这是一個社區裡面給社區嘅通道，然後我就發現了一個螳螂你客家人講愛弄屁破愛弄屁破就是以前我們在割稻的時候那個螳螂愛弄屁破其實會跳出來。從馬門頭得到去年聯合報文學獎嘅散文書獎，佢先講頭度一切有在印象。見到個禾草馬做走出來，古時草馬嘅最講年冬好，見看到阿娘佢就當有想法，到都市都行，做馬看得到草馬嘅喏，草馬係咪衝茶路唔掉阿娘嘅轉係，見佢轉到田豆度，也係草豆度啊，見明顯佢到社員二輩輩嘅阿爸，到都市嘅開發過程當中，自家田本政府證書嘅，佢爸爸捐課到屋卡看定電視，唔過要談唔到。其實我爸爸蠻窮的。因為爸爸在就是有時候在都市化的過程中裡面，或者說很多的農夫，在都市化的過程中，他其實回不了他應該要回去的地方，比方說是休耕啊，或者說你都市重化開闢馬路啊，或者說你是徵收就當然鋼鐵佢希望這些聲音都鋼鐵，可惜啦，你也講都市化過程之後，他回去不了他要回去的地方。田被徵收了以後，父親常常會迷路。那兩個兜起來，你會發現說，土地是人的方向。如果我的土地不見的話，那其實有的人就找不到回家的路。那葉國基他這個東西呢，你會嗅到很純粹是客家的東西，因為有經驗在裡頭。用純文學角度來看，韓國人嘅寫出來，因為有生活的面目馬節，彰顯出對土地嘅感情同意思。有一部嘅葉國基做新竹縣政府稅務局局長，唔過喺到台中一格一條，無限家下上市規禮拜看唔到4人咧，也是只佢做拿出水筆寫4條本4人咧。
我为了让他觉得说，事实上这个爸爸是存在的，也有关心他们，所以我每天一大早差不多5、6点的时候，如果我要到新竹去工作的话，那是为老基隆准备早餐，准备好了，他仍然还没有起床，那是为拿毛编纸起来，还用墨笔写诗。此时也佢记嘅爸爸做白登记学写台诗，写记住写出心头。他也做得讲当年注写，也系有名嘅书法家。对佢来讲，写书法係一種視覺享受，寫散文係心靈感情嘅表現。佢用大手嘅寫法，帶出行下多年嘅感情來關心一笪土地。不像說選舉還是什麼，就是他會喊口號，口號是不動人的，故事才會動人。他在書寫的時候呢，他沒有去吶喊什麼，他完全沒有吶喊什麼，但是你看到他的反叛。他在抵抗生命，那种韧性，其实是客家人特有的特质。但是时常认为，其中你写文章的人哦，是讲你关心我们的土地，关心我们的社会，其实有2种方法。假如说我们很有幽默感的话，我就用文学的方法去来写这文章。那如果我没有幽默感的话，我就去看社论，跟他们一同去气愤。但是其实文章的影响其實更為深刻。在家鄉，佢哋一縷白白將將嘅花，一縷花，佢見女子將人家定一記着打走。音樂人唱秋風寫一條曲，唱一個字來寫詞，佢們去仔細看阿婆讀幾種印象，就寫幾種話一條歌嘅。2008年，因為金曲獎2項大獎，包含最佳行業專輯同最佳作詞人獎。今年強項因為最佳作詞人呢，還有朱凱倫的《青花瓷》同莊正岳、蔡健雅一等人的作品。其實當英文來講，地種花係乜嘅花？其實地種花它不是一朵花，它是一朵形象之花。因為細細嘅時間，阿婆嘅跳那檔，佢就給隻髮髻沾沾，用髮套套起來的時候，就像一朵花。你看葉國居先生佢斯斯文文但是其實佢意硬強啊。我幫你講上去你作詞寫詞到曲兩三要互相的磨合啦那表面上看起來很像是因為談愛都其實唔係上去一霎時一張紙就不給我改了。因為一張紙就改唔得，幾種花當有文方面，一個佢認為也係一類為細微嘅花，還有散芒做勢很神秘。入開花嘅花，為什麼？因為佢後生嘅時間霧嗖嗖嘛。到了年老的時候它就越來越白。所以我講說，有一朵花是越老越開花，那就是季中花。其實開在我覺得4、5年級很多人的心裡，我覺得它是一個普世價值的花朵。人過來講而且都聊綠花，開在所有客家人的心裡。有世界人生體驗，佢用文有文詩帶出傳統價值同反抗精神。所有偉大文學作品都係對一啲迷茫馬節呈現出嚟嘅。看也阿婆用嘅故事咧，一個佢前度一隻關心社會方式，佢咪留對土地嘅感情，牽引到當代客家文化共融度。